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3月初6，箴言23章17到18節安尼講：毋通輕善歹人，著不時敬畏上主，將來一定有願望。你的願望袂無去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不時敬畏，願望就袂無去的天父，願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至權、至大、至真、至聖的全能上帝。你是滿有慈悲憐憫、閣有豐盛慈愛的疼痛天父。主啊！你愛願遵聽你的心意，行著你所歡喜的路，也愛願照真理來活。主啊，你的話，願歡喜來聽；你的教示，願歡喜來行。主啊，有時阮看見歹人所行的歹，因無來受報應，直到阮的心不平，總是歹人無好袂緊。歹人的燈要火去，所以阮就毋通輕善歹人，阮要不時來敬畏你，因為敬畏你的，將來一定有願望。阮的願望的確袂無去，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